香甜脆嫩一口让你爱上。在美国陈皮记是人人知晓的中式美味，几乎成了中式肯德基的代名词。熊猫快餐年收入高达1000亿美元，是如今全美规模最大的中式快餐连锁品牌，也因此成为了美式中餐的标志性符号。陈正昌与蒋佩琪这对夫妇所创立的品牌熊猫快餐卖遍了整个美国，两人的经营理念有所不同，但他们都认为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人。餐厅的生意就是关于人的生意，如果我们想受顾客欢迎，就要根据食物质量满怀热情的服务，以礼待人。